預備起步，預備，起步嗰陣啊，亦都有西方啟示啊，將呢塊爆炸喳聲擺咗喺前面嘅，中間小武士反而撳住喎，外邊就係上咗中間仲有爪王凌雨，然之後壽司先生。咁最後啲內欄位置見到就係寶樹勁型啊，再後少少跟住先見到活力金剛，中間就係爆冷，喺晒尾升起嚟啊！距離頭馬而家約莫係6個馬位左右嘅啫。好啦，去到飛機場仔嗰度啦，前面放頭見到小武士啊放翻出頭啦，半個馬位之先領先。守住第二位嗰隻就係爆炸嘅，大外欄守住第三嗰隻係爪王凌雨啊，然之後跟住先就係寶樹勁型，一個馬位之後跟住就係壽司先生啦，然之後就係西方啟示入邊就係爆冷啊，咁啊再後啲跟住先見到活力金剛尾二位置上月喺晒尾升起嚟，距離頭馬而家約莫係8個馬位左右嘅，走到對面直路約莫仲有1200米到終點，前面依然撳住嚟放小武士以2個馬位之先領先，爆炸仲守住個第二嘅。過嚟馬位之後守住第三，外邊爪王凌雨，入邊寶樹勁型嘅，咁再後啲跟住就係壽司先生啦，然之後入邊就係爆冷嘅，半個馬位之後外欄位置西方啟示啊，西方啟示再後啲跟住就係活力金剛，然之後跟住就係上月喺晒尾仲係升起嚟，距離頭馬約莫係7個馬位左右嘅啫。好啦，轉緊呢個銀禧灣啦，前面放頭仲係撳住嚟放嘅小武士啊，個零馬位之先領先，爆冷亦步亦趨依然守住個第二嗰就係爆炸，第三依然仲係呢個爪王凌雨啊，喺佢入邊仲有寶樹勁型啊，咁啊再後啲跟住先至係壽司先生，入邊先至係爆冷啊，開始踩油嗰隻大滿馬上月走出大外欄，然之後先至活力金剛喺晒尾啊升起嚟，佢離頭馬約莫係7個零8個馬位左右，隻轉彎咗直路約莫仲有400米咗，前面第一隻突咗圍，見到小武士突咗開上嚟追佢，而家見到爪王凌雨，後面仲有衝住見到就係爆冷，後面上嚟仲有就係上月，中間攬啊點解仲有壽司先生嘅，前面就係爆冷鬥緊上爪王凌雨啊，大外欄而家上月先開始踩油，中間攬上嚟仲有壽司先生嘅，爆冷依然領先，後面上月同爪王凌雨追來追去都係追佢唔到嘅，爆冷應該可以捧走女王杯冇錯啦，爆冷跑第一，跑第2名爪王凌雨，跑第3名上月，跑第4名先就係小武士嘅。爆冷有個地幫佢啊，最後一彈甩晒其他參戰馬，爆冷跑第一，爪王凌雨跑第2，香港 Q 跑第3名上月，第4名先就係小武士嘅。哇！阿獅王今次過嚟係嘛？爆冷贏咗，爪王凌雨頂翻個第2，上月兜大圈真係成日都死，冇辦法噶啦。小武士都捱翻個第4，唉，大家又鬥慢又兜大圈，你真係唔錯得到，唔可以錯得咁多噶啦，冇辦法噶啦，世界級馬王都死啊！哦，爆冷近能攞位流放，真係過嚟表演。清脆利落，行翻過嚟，咁就睇翻巡邏影片啦。係啦，咁啊近能咧嗱喺後邊，佢都好後噶，嗱呢度咧攝入去，睇睇先咩環境一攝，哎呀你嗱，咁就已經攝咗埋去一碟咯，貼欄咯。嗱，亦都唔係話想象中咁慢，話小武士自己帶出嚟，爆炸走咗輪先，走下先，你先好上嚟啊，小武士。你想慢慢睇，咁就冇得慢啦，係咪？咪多隻喺度啲嘅，咗啦，係啊，多一隻就知道冇咁慢噶啦。咁啊，爪王凌雨而家其實一向都係可以咧跑呢長路程，佢都可以跟翻喺較前嘅位置，冇問題。搶口嘅，冇問題，完全。佢都係唔夠膽同嗰隻上月鬥啦鬥衝嘅。係咪？大家性能唔同咗啦嘛，你亦都跑完2400翻嚟，唔會話擺到太後走啦，係咯。咁啊，內側就係寶樹勁型啦，再跟住喺爪王凌雨後邊就壽司先生，內欄位置攝下咧，攝翻前啲咯，就係爆冷。咁開邊綠色衫啊，西方啟示，活力金剛喺尾3嘅位置啊，尾2啊上月啦，包咗落尾就升起嚟嘅。就一路都喺出邊噶啦，係啦，喺呢度都叫做最蝕得少就呢段路啦。咁當然你睇到沿途走位就係爆冷，真係逐啲攝啦。佢本來喺升起嚟外側噶嘛，攝下，而家攝前咗喺尾5啦，唔係咁後啦。上月就一路喺外邊走咯。哦，兜咯，有咁外兜咁外啊！上月就嗱近能咧喺呢度咧，喺中間偷翻出嚟。哎呀，你又出咗去。好啦，睇下嗱，咁啊，爪王凌雨可能而家個路程都係要跑長啲啊，即係佢一下騎落去唔係話咁快有個變速啊。佢出咗先噶啦。係啊，呢度好似個勢好似唔係好強咁噶，但係佢都再逐步追翻上嚟嘅。
結果都跑翻去第二啊。咁啊，爆冷呢度當然已經一衝過晒啦。上越外側追下呢，又唔係話好強。